香港賽區曹越，多謝你嘅一曲《我的祖國》。咁好啦，而家咧又係我哋第二個環節啦。咁第一個環節可能大家咧一時之間啊反應唔過嚟嚇，我哋因為每一個手信都係好短嘅時間，所以如果你喜歡嘅話咧，你一舉手，咁我哋就會好快會睇到，你就會將嗰個禮品咧拎到佢面前嘅，或者想睇清楚都得㗎。好，而家繼續我哋請出第二組嘅佳麗，有請。Dream